继续来到台南，最近上夯的拍卡新景点，就是安平港边一座大型的创造的艺术，叫做大鱼的祝福。讲旧年底启用无偌久，有一个台湾造型的玻璃就去互破坏去，所以市府加装保护的设施，搁来到监视去。但是过年后，玻璃又搁去互破坏逼损去了，市府真痛心，报警处理。 伫台南安平港滨公园内，这座大型的创造艺术大鱼祝福，是台南最近上清的新景点。平常时游客就真多，过年人搁较济，不过年假过后却发现，有一块彩油玻璃壁去，主管大鱼赶紧用胶布甲搭起来，搁搭一张告示，希望游客莫搁被遮水作品互人破坏，真正互人真痛心。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要大家在维护的东西啦。其实带小孩，我觉得还是要注意，就是让他们不要让爬来爬去。其实这已经不是头一摆啊！这座装置艺术伫107年底启用无偌久，玻璃就互人打破去。管理局加设这个围杆甲监视器。尖锐的物品，比如说是雨伞啊，可能是不小心，就担心未来有类似的状况，所以又加装了一些不同角度的摄影机。 这座大鱼的祝福是设计师杨树的作品。作品的外观是一只海翁行起2楼，会使看到海翁的心。由448片手工的优秀玻璃做成台湾的形，暗时更较水。想不到创作者的心弦一再被人破坏。管理局除了报警处理以外，嘛呼吁民众爱发挥公德心，互大鱼带予大家是祝福，唔通过伤伊的心。